AI 这个字呢，已经是一个科技圈的关键字。我是不是一定要用 AI 呢？我不用会不会死？其实你用错不是更惨。在中小企业方面呢，我们大多数都是抱着我在观看呢，小小的一个程序，你都要花上几万块马币。做不到，我们最重要是先顾好自己的饭碗。今天的 business owner 很多时候你会有点害怕，不要害怕。你以为科技把你干掉，其实因为科技你被赋能了，因为科技你变得更强大了。 It's like every 老板 or CEO or business owner, you understand your business. You have to learn about new technologies. Otherwise, your business may be obsolete. 老板很多时候我们讲什么？靠经验、靠直觉嘛。其实经验就是数据，所以就把你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直觉 AI 化。In order to be AI ready, you must be data ready.